大家不都黑多？那去了收了嘛。老棒子黑哟，脚里有，黑球我知道的。我知道嘛。就是那个多了是多哇。到多宽大的那个，别个很多人是本家没发哦。所以我经常说的对啊，高兴高兴。我喊啦，你喊到了我就我刚才我就别人都怕啦，我喊我多没点老子老，我的其他没有不认到，这哪里没我做了我什么不做？找你了嘛？讨论了嘛？慢，我母嘛，慢着呢。我喊到了，都，还轮到没我嘛啦？干了吧？我，这个大爷你我等他们哇，一年6年不能你就自己有自己的嘛啊？是啊，大了哪个有？我都多啊，人家跟你了。